你銀行戶口嗰個數係咪長期維持喺同一個數字？每個月出糧、還卡數、交租，找埋張信用卡，望住個餘額，點解又係得返呢個數？明明份糧冇減過，甚至加咗人工，但月頭係富豪，月尾變攞綜援，嗰種感覺就好似有個無形嘅窿喺你個荷包底，塞幾多漏幾多。開運師姐同你講，問題未必關你份糧事，甚至唔關你使錢嘅習慣事，而係關你屋企個廚房風水，尤其係你住緊嗰種細單位納米樓開放式廚房。你睇下你間屋，一入大門，眼角就見到個爐頭，旁邊仲擺住個煲，同你張梳化背靠背，中間乜嘢間隔都冇。你知唔知喺家居風水學上，廚房就係成間屋嘅財富，即係古代人嘅米缸，現代人嘅夾萬。古人講得好清楚，財富宜藏不宜露，你個夾萬要收收埋埋先叫安全。但你而家個廚房直接暴露喺大門同客廳嘅視線範圍，即係將你個夾萬擺喺條街度俾人任睇。你諗下，如果你真係有個夾萬擺喺彌敦道中間，仲要冇鎖住，你仲會覺得入面啲錢安全嗎？梗係唔會啦。所謂財不可露眼，但香港成千上萬嘅後生仔就係日日住緊呢種冇門夾萬嘅格局。每個月薪火跑嚟嘅錢就好似俾風吹散嘅銀紙一樣，冇影冇蹤。唔好同我講，我都有儲錢險，只係大圍經濟唔好啫。你望真啲，你係咪成日無端端買咗啲根本唔需要嘅嘢？行街見減價就衝入去，碌卡個客仲覺得自己好精明，到月尾睇單先發現又使大咗。仲有要補充一下，唔好以為見到減價走入去買就買到平嘢。傻啦，呢啲係老闆嘅宣傳策略，隨時貴過好多店鋪，減價只為咗吸引途人成為顧客，或者心情唔好就上網亂掃貨，以為買嘢可以減壓，結果壓力冇減到，戶口就減咗。呢啲全部都係犯咗財富外露，屬於漏財煞嘅一種。咁點算？不過拆牆起反道門，你間納米樓點拆？管理處都唔俾，就算俾你間屋都有冇位做，裝個屏風都可以化解。不過香港啲單位細到轉身都難，邊有位擺屏風？掛簾化煞都可以，但係遮得個灶，遮唔到個雪櫃，效用有限。不過你唔使頭痕，今日開運，師姐只教你一招，最狠嗰招，其他廢話全部刪走。你只要做齊呢一樣，就算個廚房開放到漏大財，你都一樣可以將啲錢鎖死喺屋企。一季之後，你望下戶口，你唔會再係清零戰士。嗰招就係去買個夾萬。細細個都得，普通文具店嗰種有鎖嘅小鐵盒夾萬仔都夠用，入面擺一疊現金，或者你阿媽送俾你嗰條金鏈，甚至擺幾個5蚊銀都得。重點係要有價值嘅實物喺入面，然後將呢個夾萬放喺你屋企大門對角線最入嗰個角落位，即係風水所講嘅明財位。雖然叫明財位，實際係聚氣財位。點解叫明財位？因為只要識少少家居風水，都可以一眼搞到你個聚氣位出來，所以叫做明財位。擺好之後，用一塊布遮住佢，或者用盆高身少少嘅植物擋一擋。總之唔好俾人一入門就見到。呢招叫做財富放財位。你個開放式廚房本身嗰個虛擬財富已經冇咗道牆，守唔住氣，所以你要喺第二度立返個實在嘅夾萬出嚟，等間屋嘅氣場知道呢度有個穩陣嘅聚錢位。呢個唔單止係風水，仲係心理學嘅錨定效應。你每次行過見到舊布遮住個夾萬，潛意識就會提醒自己，我有個地方收埋啲錢。於是你自然會對每一筆支出更謹慎，衝動消費嘅衝動會明顯降低。我見過唔少學生跟住做，一個月後銀行存款已經多咗，唔係因為佢哋突然賺多咗，而係因為佢哋終於停咗啲無謂嘅使費。你而家即刻起身，就算半夜都去個夾萬出嚟，冇夾萬可以下個鐵盒頂住先，擺啲錢、信用卡入去，放喺大門對角線嗰個位，即係聚氣財位，用嘢遮住佢。搞掂之後，你1個月至3個月之後再望下你個銀行戶口，到時你係咪仲敢話自己儲唔到錢？同埋記住，個夾萬入面嘅錢要長期擺，唔好隨便攞出。擺入佢嘅功能係鎮宅，唔係備用現金。喂，你屋企而家用緊邊種方法守財？留言話我知，等我幫你睇下有冇做錯。